不错。好，好。好，好，哈哈哈哈！哟，够横的！我说将军，你今被擒，杀你，放你，尽在于我。你纵然不怕死，愿在这山寨送命，但是你死之后，这宋营没了降龙木，破不了这天门阵。我说将军，恐怕你就是死了，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。本将军乃杨门虎将，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？好你个不知好歹的，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！我来问你，服还是不服？不服！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？服不服？服了，服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服了，服了，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。坐下，这还了得？了得，了得吗？了得，了得。哎！乡亲们，英勇的将士们，今天木刻寨寨主木鱼要把降龙木送走了。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刻寨千年之宝物，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，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，也就是牺牲木刻寨乡民的利益，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。乡亲们，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，可是明天以后，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，我做得对。降龙木为木降龙，宋日杨家保大宋哎，楞个楞楞一个楞楞，层个层层一个层层，送你保大宋哎，嘿嘿。爹，您做的对。我就是觉得，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，就这么送过去，
显得不太庄重。闺女，那你说咱咋办？我是说呀，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，把降龙木给裹上。您想想看啊，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，这不还得穿嫁衣呢？何况这千年宝贝了。我闺女说的太好了。哎呀，彩云，赶紧通知王婶儿，准备她10几丈、几十丈大红绸子。快去怎么样？快去！不用害怕，你跟老身说，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？啊？回老太君，是位小姐，她说，她是天波府的人。天波府的人呐？那她长得什么样啊？长得个头高高的，不胖不瘦，柳叶眉，杏仁眼，高鼻梁，小嘴儿，那模样啊，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。你告诉我，他姓什么叫什么？元帅，我哪敢问呢？我不用问了，老身知道他是谁了。啊？哼！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小人该死了，老太君，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，高抬贵手，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，小人愿意领罪呀，老太君。行，快起来吧，起来吧啊！我不，我跪着踏实，老太君，小人该死啊！你有什么罪呀？要老身说，这是一出好戏呀，故事好看，人物还传神。哎，不过这结尾嘛，不太近人情啊。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，还把他当马骑，看了有点不舒服。是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。有你们这么憋气的吗？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。小将军，你别生气，我就是狗，我给你学狗叫，叫啊！汪！小人该死！七娘啊，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。是娘，起来吧。起来吧。谢老太君，谢杨元帅，谢大家，谢长官，谢各位。都不许笑，气死我了！你还说都是因为你？哎呀，不许笑！你再说，娘，大嫂，娘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你俩还顺利吧？顺利。我家娘的信交与穆寨主，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，并说他女儿性子野，多有得罪，请杨府见谅，还说3日后送来降龙木。好啊，来吃饭，来吃饭，来。降龙木是假的。什么？六哥，你不会看错吧？我认识降龙木20多年了，岂能看走眼了？没想到木乙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。要我说，穆寨主不会这么做，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。你分析的对，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。奶奶，你讲错了，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，有其女，就有其父。据我所知，穆雨不是这样的人。怎么不是这样的人？我在木柯寨，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。他们用绊马索擒住我，让人打我骂我，还让我吃狗屎。什么？这我还好，我聪明，
我就逃出来了，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给剐了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对，孰不可忍。对。哎呀，宗宝啊，你受苦了。是啊，他们这么欺负宗宝，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呐！不踏平木柯寨，杀了穆雨那老小子，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。走啊，走！等一等，走！等一等，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。还想什么想啊？想什么呀？儿子吃狗屎了，你还想什么？宗宝，你跟奶奶说实话，她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？奶奶，我还有事儿，我不敢跟你说。别害怕，你跟奶奶说呀。哎，你说，爹不怪你。他怎么了？他还让我舔猪屁股。啊！这翻天了，翻天了！这样不踏平木柯寨，杀了穆雨，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。对，踏平木柯寨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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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是，宗宝，一会儿到了木柯寨，你别动手，看七娘把他挑下马。哎，七嫂，这事儿不劳烦你，看八妹我把他擒下。八妹，你不要和我争了，我很久没练枪了，正好和他练练手。嘿，你练我也得练啊，要不怎么上这御寮？别争了，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，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。宗宝，你2次被擒，士气受挫，再交手怕还得吃亏。姑姑，你太小看我了，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。哼，擒一个黄毛小丫头，那不是易如反掌吗？宗宝说的对，一会儿让宗宝出手，把他擒于马下，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。哥，妹妹，你知不知道，宗宝又去打木柯寨了？去得好，逮住那野丫头，打入死牢。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？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意出降龙木？这就是激将法。他要击宗宝的木柯寨会面。有些事情啊，你不清楚。我现在告诉你，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柯寨比武招亲，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，见到宗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妹妹，这杨宗保娶降龙木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。什么？你是说穆桂英2次擒住过宗保？他那么厉害？那当然了，不但武艺高，鬼点子也多。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保的，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。我猜得出来，这穆桂英对宗保不会轻易放手的。你信不信？这宗保要再这么打下去，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？不可能，宗保是将门子弟，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。不可能，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，她长得，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这么说吧，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，都长得不好看。你，是，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。妹妹，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她，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？妹妹，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啊！我懒得管他的事儿。不管是吧？你等着后悔吧。慢着，我是公主，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？难道除了他杨宗保，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？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在将门之子中，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？驾！驾！
微臣王庆龙。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。臣禀报，杨宗保和他几位婶娘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刻寨。臣以为征辽前锋现应准备出征，攻打木刻寨是分散精力啊。可是得不到降龙木，如何出征啊？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，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，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，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。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，如何攻打木刻寨啊？还是让宗保去吧。以前预料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，你可得引以为戒呢。臣愿配合杨元帅，绝不辜负圣上。父皇，公主，父皇，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。怎么了？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刻寨，成何体统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，若是有闪失，岂不影响士气？公主说的甚有道理，望圣上三思。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刻寨，的确是不妥呀。圣上圣明，臣愿替下杨宗保。那就由你带兵去打喽。领旨。小姐，蕾蕾听话啊！小姐，小姐，她来了。真的？那当然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来了多少人马？不到20人。不到20人？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，不像来攻咱木刻寨的。你傻呀你！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，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刻寨，他们知道一个道理：擒贼先擒王，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？哎，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？我们小姐是谁啊？是不是啊？你说是不是呀，蕾蕾？你的小姐是谁呀？快去吧。去干嘛？给小姐备花备盔甲，小姐呀要好好捯饬捯饬。是。蕾蕾，你先待着啊。嘿。哎，站好站好，看我，精神点，精神点啊！站好，站好啊！站好。小姐来了，小姐来了，小姐，精神点呀！太漂亮了。我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？好啊！好看，你们笑什么呀？笑够了没有？打仗要像个打仗的，嬉皮笑脸的，受罚。行了，走吧。哎，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？啊？那个他。小姐，我错了。哎呀，你看你那个样儿吧，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，那打仗能赢吗？哎呀，小姐，我错了，饶我吧，小姐。花没太大关系吧？就是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就是什么？从今往后，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，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！是，天塌下来了，也要给马头插花。哎，这就对了，走吧，走。桂英。啊，爹，你干嘛呢？你说我干嘛了？我有事儿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我真是不明白。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，他们还要干嘛呀？就是哈。你耍花活呢吧？我真没有，我真没有。什么没有啊？啊，桂英，你到底是想干什么？哎呀，爹，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，您老就甭管了啊。哦，我知道你那点心思，可是这预疗之事，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搅和？不搅和在一起呀，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。
哎呀，就这点事儿啊！哎，我年轻的时候也会。跟我妈妈。那当然了，我不跟你妈，我跟谁？你这臭丫头！您看着我，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，绝对不是我妈。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，你对不起我妈。下属！闭嘴！你看你爹像那样的人吗？我觉得您就是这样的人。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？你就是这样的人。我揍你，你信不信？你就是这样的人，你打我，你打我。你信不信？你打我！好了，上哪儿？跟着小姐去。这就是我的软肋哟，软肋。天怕那个富运，地怕黄，人怕痨病，虎怕伤，耗子怕猫，那个猫怕狗，小鸡儿那个专怕黄鼠狼。你别看我不走桃花运，可我偏偏能闻那个桃花香，桃花美，那个桃花香，那个光天化日，桃花晒太阳，小风一刮，嗖嗖的凉，吹得我心里好痒痒，痒痒我没拿那痒痒挠啊！我是这把大刀插心慌。少将军，少将军，少将军，圣上有旨，令你回营准备预疗，攻打木刻寨就交给老臣了。为什么？少将军乃御敌前锋，攻打木刻寨大材小用。王监军，降龙木关系到是否出征，谈不上大材小用。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，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。出征的事情，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，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。少将军精神可嘉呀，可圣上有旨，老臣不敢抗旨，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。告辞了，走。这。快！草原，你又老眼胡花了吧？不对呀，我刚才的确是看见他了。在哪儿呢？哎呀，奇怪了，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，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？宗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。哎，二公主，别傻笑了。既然这老小子来了，也不能白来呀，给他来一段。是，小姐，看我的。去吧。当官的，你给我听好了。哎，当官的就怕军不正，老百姓也怕官贪赃。这个官要小了怕大官，官要大了怕皇上，皇上害怕阎王爷，阎王爷害怕张玉皇。娘，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，恐怕不妙啊。娘说的是啊，若是王监军攻打木刻寨，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。
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。禀报圣上，召回王监军。不可，此刻禀报圣上，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，不但达不到目的，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。言之有理啊。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？你说这个杨宗保啊，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？哎，奇怪了，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？我弄不明白。可这宋将王庆龙，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。你看他那架势，那是要踏平木克寨呀。错。爹，女儿倒不以为然。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，甚是觉得奇怪。他作战不硬拼，拖拖拉拉、松松散散的，所以我断定，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，也不想踏平你这木克寨。为什么而来？我也没想明白。哎，不管他了。哎，彩云，你赶紧去打听打听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打听王庆龙啊？你傻呀你！杨宗保为什么没来？哦。好，进步不小，不错。哎呀，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。父王，以前让父王费心了，现在我会努力的。不是费心，是担心。你和宗保差不多大，人家宗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，而你呢，整日玩鸟斗鸡，父王岂能不急呀？父王。和宗保，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，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，建功立业。父王，你等着看吧。我儿变了。父王，你就放心吧。孩子，你真的变了。哎，宗保，王爷，气宇轩昂，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！啊，王爷过奖。宗保啊，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，本王甚为高兴啊。王爷，宗保不才，愿和小王爷共勉。好。王爷，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。好，去吧。谢王爷。那我们去了，父王。好。我又弄了一只8厘大的蛐蛐儿，别提多漂亮了。哎，又怎么了？攻打木克寨的事，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？我没说呀。你别在这装糊涂啊！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，杨家人不可能会说。没说呀。你说实话，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。至于吗你？那是我妹妹，我得跟她说呀，是不是？你呀！哈哈！让我看看这都是谁啊！寨主，好家伙！好，哥弟，一个。哎呀，好，哎，这就叫井得逃，孩子得救，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。嘿，看见了吧？这就叫咱们木克寨的兵。爹啊，服你闺女了吧？啊，好，服。你闺女练出来的兵，她宋军10万大军，也甭想进咱木克寨的门儿。
对，好，我闺女说得好，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。哎呀，宋军是进不来了。可你和宗保这。海棠，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？公主怎么这么说呢？公主是皇女，有点脾气是应该的。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，想要幸福，一定要谦和待人。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，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，盛气凌人，不觉就养成了。公主太谦虚了。母后的话千真万确，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？我知道，宗保对我不冷不热，他反感我的做派。皇妹，小王爷，哥，找我有事吗？皇妹，宗保在我那儿等你。他找我干什么？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？不知道，当然也不可能。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。解释？怎么解释？他让你去你就去，别为难你哥了。他把我当什么人？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？不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。杨家已看了出征戏，很快就要启程了。杨家出征，退敌指日可待啊！臣恳请圣上允许余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。菲儿武艺不高，你让她送死去啊？菲儿拜杨宗保为师，武艺大有长进，臣想还是让她锻炼锻炼为好。皇家子弟出征，既能够做表率，还可以鼓舞士气。哎，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，可有此事啊？确实如此，可谓一代俊才。真是将门虎子啊！好，他就是宗保。圣上。平身。谢圣上。真是一表人才啊！谢圣上。宗保，你来有何事啊？公主选我。去吧。谢圣上。公主，杨宗保来了。赵疏影，听说你宣本将军来听命，还不跪下？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？就你这做派，你当不了圣上。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？温顺。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，几次想杀她，并事前还赐她的死。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，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，说了一声：“哎，大唐该换武姓了。”你呢？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，可是脾气比她大100倍。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啊？我告诉你，赵疏影，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，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。杨宗保，你还想选本将军？本将军还想选你呢。我想问你，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？我那是为你好。好，为我好。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？我吃了穆桂英的亏，那是因为我轻敌。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，别说他1个，他10个也不成问题。我现在问你，我想逮住穆桂英，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？凭什么？我愿意。
我是公主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愿意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以管任何人，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，因为你太自以为是，目空一切，专横跋扈。哼什么哼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。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，那个人说你聪明，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。你扪心自问啊，你聪明吗？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。你漂亮吗？哎，那个谁，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，拿过来。那算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把这身衣服一脱，扎在丫鬟堆里，还没他们好看呢。你什么你？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？我呸！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。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，那是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。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？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？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？是你欠我们杨家的。你去天波府吃了那么多次饭，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？这够你饭钱了吧？哎呦，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，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？那可就没错了。这个坠子，本将军见过，一共是一对，一只送给了你，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？谁啊？妓女，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。公主啊，你可真是高贵啊！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，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。哎，哎，别扔啊！注意身份，公主，注意身份啊！坐，坐。呀，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，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？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？偷的！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，用重金买的这个夜明珠。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，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。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，这该判什么罪吗？该剁去这只右手。给我！哎，你想干嘛？想毁赃？公主，本将军告辞。你敢欺负我妹？欺负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？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？温柔和善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我看她呀，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。你记不记得？就是前年丢的那只，被人偷走了。头小，眼巨，爪子又尖又利，胸脯发达，大腿粗小腿细，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。干什么你？那个斗鸡啊，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，是欺负。赵疏影就是那只斗鸡。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？用巴掌拍他的头。拍他头干什么？拍王八啊！